大家好，這裏是黑黑塔新聞。今天為大家帶來5月黃金週前夕日本和中國遊客衝向韓國的訪韓旅遊最新消息。首先，來看訪韓旅遊現狀。今年第一季度，日本訪韓遊客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0%，達到94萬人次。中國訪韓遊客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9%，達到145萬人次，兩國均創歷史最高水平。韓國旅遊的人氣真是太厲害了，預計本次黃金週期間日本遊客將達8萬至9萬人次，中國遊客將達10萬至11萬人次來韓旅遊。針對日本黃金週的應對措施，文化體育觀光部和韓國旅遊發展局針對黃金週推出家庭友好型韓國活動，與真航空、釜山航空等航空公司合作，為攜帶兒童的家庭提供機票折扣以及額外行李額度等優惠，同時發放新世界免稅店和百貨公司折扣券，並重點推薦濟州島史努比花園、大邱 eWorld 等適合親子遊的景點，還針對福岡等九州地區居民開展現在就去釜山活動，積極引導赴釜山旅遊。針對中國勞動節假期的應對措施，中國勞動節假期為5月1日至5日，作為近距離目的地，韓國的人氣預計將持續高漲。山東地區旅行社的客源量較去年增長30%至60%。在上海至金海機場入境通道設置歡迎服務台，為遊客提供釜山、蔚山、浦項、昌原等東南圈4個城市的體驗項目訊息和折扣券。黑黑塔新聞視覺分析。此次黃金週訪韓旅遊對策不僅僅是吸引遊客那麼簡單，更是同時實現地方旅遊活性化和內需經濟復甦兩大目標的戰略性舉措。期待韓國的春天因外國遊客的到來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如果今天的視頻對你有幫助，請點擊訂閱和點讚。以上是黑黑塔新聞的報道。